爱着都是流浪者，因为流浪故所坚强，因为冇土地故所到来位就是故乡，生命就像春蚕，要经过磨难，才能够绽放光芒。每摆嘅機會都要堅持，每一個機會都係希望。就算流血，也要忍耐，安慰他日終須長，甘苦來時愛強爽。茫茫天涯，风尘打滚心茫通，命去冲，藕断丝连繁华落，恩怨了，眼前凶相，眼成凶数。也是梦工，也是雄功。天地间，共相梦。小妹，小妹，你來咧！小妹，小妹，阿婆，你有看到小妹冇？乜解？嗌講，你有看到小妹來洗衫冇？乜解？喺嗌老人洗衫，嗌老人洗衫，主動艱苦咧。你係後生條件，我係老花啦。很乖喏，你有冇看到小妹？Kim， Kim， 師傅咯，你再咁樣做咩啊？嗌老太條來買東西啊。買東西？而家仲希望買東西？你見咩個月喺台灣讀書下，哪會有嘅啊？你講，你係咪有頭走啊？我勇敢啊！迄先生講私下摕就做咧做啊，我就去尋太條，佢講我來街坊買東西，我愛佇遐等佢啊。真實來，冇騙來？冇啦，毋是老外強啊佇遐等啊。哦，對勢看到睇啦，騙來冇騙來，還看出啲啦。今朝同我過來去，見面嘅事情哦，咱要同伊辦也未講，而且話做了還是設備強，要讓你做得談到嘛？你講啊，來，你看啊，明朝正德末年啊，加州啊有人開業者，他出得做得首府嘅油水啊，冬天啊就要用到雄黃油，你啊雄黃油啊就會身體較愛，也就會鐵油。你還蠻個熟啊嚇？本草綱目，明朝歷史真寫嘅，但不會記了鐵油嘅藥性啊，含有兩本，你蒙係必談。書方啊，要寫到有人啲山間啊，發現一種油水啊，記了水嘅、沙嘅、路都強它，看起來就像武器用嘅。佢哦燒起來哦，
会有幸福的盐啊，因为酿到那种油水就会变成无色的。啊，了，天有穷用嘞啊！冇唔错，苏芳啊，就下到啊，老那种油水啊，就很多上油，讲上有制毒啊，上有体重无穷，还较重要嘅其他语言啊，此物又比太行于是。涂先生，你还难救以前的事啊？哦，被宋圣哭下嘅800人年啊，有800人年啊！老祖宗啊，在800人年前啊，就预言了此物为太用处啊。到今啊，人很多年低他们，这就会延凤子孙的不好啊。涂先生，其实我心底都早就想过的，我想要全心热体油，唔定吃农药的。怎么解呢？你迄谈几个好解嘛？迄讲啊，一死了就无谈，给骗人的。我嘛迄人用我无谈咯。我早就知了体油系有用的东西。你嘛要知，但体油就像乌金一样的，要做来赚钱。行啊上个热，假使我真系热到体油，我就做来有钱。有钱，做来帮我来的，食得好，做得好，做来帮我补养。唔是我停下去田度做事，安样要当好诶。不过啊，你啊，可能为什么哦？有人啊，会花钱买铁油啊，但因为佢就已经晓得了铁油嘅用法啊。喺台湾啊，就算有人爱买，也好价都唔爱去。安尼慢怕，就算安样，我马上个热。你安样我就不给哦，你多大的上马咯？这种事，我付唔起嘅铁油，係有利也有害，冇係搶啲，也係點貨，鐵油錯嘅貨。比上一行較高呢，以下規嘢全部就講起來。但將一啲點，我就地鐵油天裝唔係普通嘅東西，我係保養人係無窮樣，今日係本貨小事嘅，故說佢啲細事就講貨，鐵油錯嘅貨，佢嚇就嚇死嘅，還有山海人。因為鐵油係不潔嘅，為到啲環境好好講嘢咧，係要本係保養安心，係勸告鐵油囤在去。是個人嘢就過去嘅，每禮拜鐵囤，鐵油又不出來，我早就唔記得咧。涂先生，我對你那邊談講。讓人睇做鐵油嘅生意，我喺想哦，就點錢買來呢？以前我將啲鐵油做啲店貨做藥嘅，行出嚟做埋嘅眼媽唔掂，我哋媽冇窮樣嘅哦。你一樣人啊，講啲鐵油就像烏金樣嘅，係用太錢去買嘅。我相信店貨做藥嘅以外，天裝係用乜嘅行嘅太用途，就算係你生意就簽到你行嘅太用途，係乜嘅？慢怕，將來鐵油熱到出來，所有嘅人做得用到佢，認識佢。相信下一代人，天裝會簽到你行嘅太用途，係乜嘅？涂先生，我哋躺起來可能乜當好笑。冇啦，我啊，你躺了痛快一張笑嘅。吳宗主啊，你係太自業吧？那個你做一代啊，講出來啊，也係有一隻仙人，同樣強樣嘅志氣啊。
真可此物要比太行仪式的应验，早就实现了，系冇？涂先生啊，什么样讲啦？今日这天我热得多热唔多，我即刻嘛唔知啊。我讲啊，你工作啊，你讲有上啊，就係開萬古之前嘅終結啊，超後世之父嘅太陽，就算磨上啊，有人兩份志氣，也係真可貴。我也係下士嘅士官啊，一定為了兩份志氣記錄下來，傳本後世。哦，好嘞，哎喏。我再講下去咧，我夾夾去進行啊，唔記鐵鋪哦。鐵鋪？係啊。唔裝做槍市場。多謝師妹。師妹同我叫嘅啊？係啊，叫到講嘢帶我叫啊。真真啊，叫起然去做阿爸嚟咧。真真。唔裝做啊？唔講嗰天我留崖頭返嚟種，係真嘅哦。當然嘛係真嘅，我希望啊，你哋做嚟同意兩件事啊。唔裝做，我哋啊人當好啦。你看，從佢了鄉天嘅天啊，咩係唔幾樣事去反殺。聽說佢哋煮來嘅啊，唔過佢哋天後唔嘅污水浸過過後啊，佢無全部死槍槍呢，咩唔啲哦，下禮拜就係種出把個毛錯出來，所以嗰種天哦，讓咗嚟關本啊，唉唔可以開人啦。呀，你哋唔是笑啦，我本天啊，沒有拿來港中嘅，我有其他用途。做乜解用啊？佢哋天啊，本本天有尖度，就表示啊，佢哋有言天同權。佢天啊，我都佢邊熱天有。也有。兩件事啊，對我同重要，搶人哋天作嘅條天官本嚟嚇。唔去樓梯穩陣。係啦，唔去穩陣啦，人哋天已經裝唔得裝東西嘅呢，唔好同人穩啦，嗬。啊，我知嘅，係跳，阿爸，唔當然問題係為咗天空嘅跳，錯冇？唉，我唔覺乜嘅跳啊，嘅天河係向眼人佢講嘢嘅呢。唉，當然乜啲，唔講係就裝住，唉，講嗰啲話係唔信，下年嘅，唔係我風嚟啊，唔照先嚟，唉，天生會熱到天搖嘅。熱到，乜時就熱得到？也吞時間眼人佢講嘢先乜嘅，明明就啲，嘅天搖出火嘅，連水都免唔停嘅，按危險嘅東西做乜一同佢啊？係實在想唔通呢。你一樣定佢，到底你談幾乜嘅啊？我談幾乜嘅？我哪有談幾乜嘅啊？談咩？請喺本嚟貴港人做得過好嘅呢？今日要談唔乜嘅啊？你聽定廿幾年，你又念過乜嘅嚇？煩！你熱天要唔但請喺邊度捱，買喺邊度貴莊嘅人啊？甚至望啱師妹本係現咯。味道太假，今日你貴港人咯。煩！你熱天要唔但請喺邊度捱，買喺邊度貴莊嘅人啊？甚至望啱師妹本係現咯。味道太假，今日你貴港人咯。遇上過冇記得起，眼你見到用嘅歌啊？
阿妹，唔免讲过，系统体育做地卖输了经验，伊会到演一部嚟啊！我去拔咯，做骗伊去拔啊，人哋无欠用啊。阿爸，土时长咁要讲，那叫野道。俩体育天水流出来，应该伊家就演得到呀。做第一届啦，但伊动安尼规家人就饿死啦。唔好做得北京调的梦啊！唔做乜个物件咯？土先生本来看的书，伫尾都清清楚楚写的，佢才见到体育的用意，佢命就写伫做得流传万世的书法，还伫家引来到台湾，都两啊，莫个成就就无，还无简单拄到安样的机会，我做唔得表态。我为唔家留一个好名声，我不好师弟，我唔面房，喺天就在台湾那边土地上热到体育的人，假使我真的热到体育，都是唔将眼力，规只社会上的人全部嘛做得高好人嚟啊！神书，我老老讲嘢你就唔信係？係啲嘢啦，我貴種嘅人咁搶，哪唔啱聽？阿萬，我答應過阿爸的，我唔連房掠死人，就算做生做死，我係本過好日的啊！我天才會做到啊！唔答應過嘅，就係成本嗌你規家人餓死。我了解啊，不过阿爸，你还俺俩一生人真想要做的事，俺俩还冇做，俺天才会后悔，肯定就会成功的。我做唔得表态，我天才会热。啊，阿爸，我求。就算係求恩好冇？哦，用嚟講就講唔通。我演就去演，下擺要就冇人會唱的，唔成笑。阿妹，阿爸，眼弟，你用咁樣不能咩愛傷心，人免表態。爸，好啦，好好再問阿妹，啊，係啦。
秋妹，我听说要带5离开四季村。天意吧？啊？伊声音听啊隆讲嘛个啊？无啊，阿爸，水等下就暖好诶，做咧洗身。阿爸，阿妹喊你去。我知道阿爸讲诶像道理啊，伊体会错诶啊。阿爸，我做对老人天数一体油。老人诶天数一体油。系啊，伊一体油含做咧串钱诶。阿爸，我那球张串到200几元啊。200几元？你做嘛按多钱啊？无啊，我老爸穷用啊，我分副卡够好人诶，还有几十个人，毋啊做得够好人诶啊。你也唔算少按多啦，将要好好读书，还也开水。去水。来，饲下尾句，开水。秋妹，等下迄道铁油，我就做得离开四季村诶。就会有年纪，图案送案员应该同后爷。阿妹，我送饭你不拿包食了。啊，好啦，寄来去吼。迄个就叫转哈，某人唔把听起来咯。哦。阿曼啊，吃饭。阿爸，阿爸，我吃饭了。哦。也没有讲嘛嘛。几个爱老人天热啦。无啦，我讲人的啦。阿爸。我来天热啦，你用3年热较夹啊，较夹热到铁油啊。那个讲安尼油的无的啊，就唔算来送饭的。安用我什么？来马该就是的。也博的，也没唔会当来。那失报案下，无读书家。就眼房人也没天数眼部，冇被按开，对冇？好啦，我知啦。还有，莫几年就牙走，不然没牵动，又被骗啊！
好啦，早就转去啊。爸，摸了以后。林丰嫂，让我卡家伙的，唔记得带走了。唔是啦，你留得用啊？金讲俺的木卡唔做甜色啦。应该安全的啊。有嘞，唔免讲可以出油，夜人金得人啦，人家都不电都不空。也有冇啦，迄人水队啦。别嘞，对。好好的田哦，拿去vận phải诶，可能今未成管好，是会调哪快？啊，非常来讲哦，人家迄条水快调给田，讲悠悠做的嘢哦。cái田没奶是会散，哪有油啦？哪可能一条哪不点而已啊？小马街，那迄强都要死哦，佮剃头改尿，唔迄出不油咩？人讲迄生命给发起，要100年哦，迄宗主哦要发电哦，来看哦，迄总统的哦要出太事情了。哥，你讀書哦，冇靠佢聽歌哦。啲啦。潮劍潮好，招流三夫叔叔啊，硬怕會落雨。
当草呢？你反而使用贵啦！唔好乱叫哦！认真讲，死我的脏货！总算做得迄阵像妹。阿爸，你根本你用要按做就转了。啊，杜琪做来说东西，哪位奈？我有念奉天书啊，阿爸唔是讲有限就去天书阿妹，更加心内意料。停音嘛！哈？来，咱强下去。饭啊，做嘛可以听俺来吃呢？我感觉那唔好啦。冇法子啦，我用之後食乜講唔出來呢？今日以後我們再來法規了。唔好填表題了哦，迄咩嘢法？人哋你補做得蠻好下。好嘅啦，你唔好俾佢吐事嘅。阿妹，阿妹，阿爸小人跳就很爱来听音。唔是啦，你要眼團食不落就做得咧，再去啦。嘿，唔好講你吃啦，我錄到。冇事啦。哎呦，一早唔得練啊！拿水來。嘴痛痛啊，我吞下去嘅哦。哎媽街啊，你是用咩咁快？你用縮定落未？係啊，前一年幾萬嘅，用咩嚟啊？啊？食唔落。燒黑。嘅來法嘅食料，食料，幾盒飯做埋一年啊？阿萬講，嘅來法嘅食料係做太久嘅做法，做唔那時間，如果做唔定飲食，你聽我做啊多多好，等於一種怪面絲出來嘅時間，讓做定飲食。嘅怪面絲我無法度分係出來，對阿萬年以後出地。我又跟阿灣講安尼冇，對。會啦。阿萬啊，兩啥？莫過用呢種辦法做食料啦，我撇咧啊！飲房係捱嘅。阿萬，你辦法太貴嘅啦。一蘭飯飲咩不做得買錢啊？阿萬啊，兩啥？莫過用呢種辦法做食料啦，我撇咧啊！飲房係捱嘅。阿萬，你辦法太貴嘅啦。一蘭飯飲咩不做得買錢啊？我甜不用貼了，人哋不開天已經不本貼咧，莫好也得補誒，不然人佢講人我是誒。
安尼唔当来啦，我顶了动气，不过我讲妈，你就躺入去，很小心啊，我要做饭看，啊热天又迄臭的，啊天窗要做饭看，啊！啊！什么？什么？还无爸爸啦，面做唔来啦。阿亮啊，阿飞哥屋下发生乜嘅事啊？什么？歌神啊！歌神啊！用咩用啊？迄姜的哈？该像个姜的是一张死的啊！啊，人家生日的哦，就菜糕啦。明天来看啦，哈。安讲，我落去啦。做嘛？娘，姐姐讲，全都係張偉安用。葉明啊，就係唔冇在意的。太假講，嗰啲本分嚟做法，佢同佢世界張飛出污水，真係唔抵死，喊自己人，就係安用哦，順咪哦，張飛過神呐。嘛該做飯，講嘅嘛該花，他根本就係浪費事啊！我做乜計啦？我當然啊！春生，有聽到會反你咩嘅？然後就會有污水照出來，就會開始xuất沒，老死你了。我系統見到表面，阿哥，春生啊，我按你啦。係點同艱苦？嗰啲污水，看到替代，替同嘅事，對替代不出來。你還親自演示，免把佢做飯，莫嚟亂想。你喺度神通伊，哪有乜關係？有一點冇關係。你做乜嘅？我老闆的天公吧。因為問題嘅時間，我就知道怪怪嘅。哦，那啲咧，老闆咧，係強產你，做乜？都敢用啊！見老闆咧，見咗係強勢嘅，叫我師傅攞幾多3萬嘛？做乜嘅？我老幾多強啊！也有給你，明明就係佢，做乜嘅事嘅？沒見阿姑娘，驚死你呢！開啦！你怎麼做？老子們本來都感覺，阿伯，我看唔好煩嘛，長漢月冇帶幾耐就冇卡，兄弟，當日過來一批。啊！你啦！阿女婆，心酸。做嘛也明白出事情了，去管下来3方的人。莫想咁多啦，你算咩事？人家心情唔好，怎麼人講啊？我乖吼，去怪林峰啊，你也冇踢油，張偉爺爺就油俾冇嘅啦。
阿爸。哦，好，来，开始下操。哟，有冇人用枪来比赛？你呢？头下有同我见过合同，佢就讲林凤书嘅业要系你搞嘅，强来读书嘅本你搞快，故所夹掉嘅阿爸们就冇一本夹掉来啊。搞快啊！原来系暗用。阿爸，夹掉我来就算了啊，往车抢有停就靠来到中年。停车啊，唔是少，唔聪明哦，就会对扣油嘅师傅啊关系啊，才会对新嘅师傅有提防之心嘛。总有一年啊，师兄嘅人就会晓得，阿爸做嘅系一件正确嘅事情。你讲你系正确嘅，永远按照是非，用爱美不按反对。就算所有嘅人都反对啦，行落去做，你也就会阿爸最本人尊敬嘅地方啊。真的，佢做嘅真的系错嘅。最少啊，我相信佢，我会留佢支持，对吗？你呢？佢留下將來為佢學堂嘅啊。唔過我喺度做咧。我上家因為一體又唔好，想幫佢搞快下。幾時唔愛？捱哥講，天要好家，我卡清啲捱爸嘅，照係佢。有時就行出嚟，生年只有到那一天。人老人讲，一通铁油做得卖16票，定阿爸热到的，唔就做得离开四季村的。真的哦，多谢你救我。永远冇看到树妹。来今日形容。林峰啊！哎，邱警察，林峰，哟，你阿边用变做暗用去喏？哎，啊？你小心啊！为了做这事这样，可能把传染部不用咩快。聪明吼，全球认为体育唔好啦，我要知道吼，应该要读到伊些个无损失啦。林峰啊，你唔会停下来吗？我喺停下来，就会讲系唔错嘅。其他地话，一时冇不人热，我就一时了体育热到来，比了啲，我系错嘅。昂然，这个昂然啊，唔过啊，要好昂然啊，来，听数哈。哎，邱先生，你系厨师，讲乜解咯？有人讲啊，帮扶义勇系属神啊，你下句话我就会做本人看，哦，佢条系唔错嘅，来，哎呦，邱先生啊，我就讲唔好暗用，用系冇？哎，属神就系属神啊，邱先生，厨师哦唔免做啦，用系冇吓？哦，挨累啦，啊！哎，你啊，哎，林峰啊，眼泪就好啦。哎呀，做唔对，听讲伊听错去亲像妹，听错看到假嘢。
主妹，你要不要喝水？是你啦，我念双言的，是你。等一下，你迄像要给忙伊？我迄家演队同乡啦，家父家有托我带东西本去，唔知像咩年年奈无？我又冇看到你带乜嘅东西啊？哦，迄钱啦，故说我听我当面交本去。哦，诶，今年用办伊来嘅？我就去会上。哈？我怕盆像咩添麻烦，故说我怎么去会上进来啊？哦，安尼也错啊！我喺本家中油条麻面地，要拿钱本像妹，一天要背着洗铁。咁你做得等我去见佢冇？像妹本人关系来嘅。啊？轻松一记，一记在飞，自撇脚下嘅土地，无想头摆，无讲过去，假讲摕到单枪我都无做事，轻松一记。在飞，漂洋过海千万里，无惊风雨，无插时雨，假插摕到机会，颠倒无奈情。轻松一记，一记。